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1月1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但以理书第8章第1节到14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表示圣心。马太福音12章32节，耶稣基督捌安尼来教导。既然讲话来干犯人主的，还佫会通得到赦免；只是独讲话来干犯着圣神的，今世来世袂当得到赦免。圣神伫圣经的内面，其实伫讲着是代表着上帝，也好亲像创世纪讲到着上帝创造的是同款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混沌的世界，圣神嘛是生命的来源。因为上帝对迄个土埋所做的人分一口气，咱讲上帝的神。了后亚当就成做有神的活人。咱最近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异象，这个梦。但以理为着伊解梦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伯沙撒王嘛做异梦，伊伫为王的位置时间非常的短。当然，这个异梦也是伊无偌久将来的遭遇。但以理书第8章第1节到14节安尼讲着。伯沙撒王做王第3年，我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了后，阁有一个异象对我出现。我看见家己伫以兰省的苏珊城堡，徛伫乌来河边。我举头一个看到一只绵羊，踮伫河的一边，伊有2支长的角。其中一支比另外一支较长，较长的迄支落尾才发出来。我看见迄只绵羊点西北南的角搭，无一只动物挡伊会掉，无一只会当走闪伊的威力。伊照家己的意思行来行去，耀武扬威。我还伫想的时，佮看见一只山羊犅对西边来，行透全地，脚无踏着土。这只山羊犅伫因两蕊目睭的中间有一支真鲜明的角。伊去我拄则看到。踮伫河边有两支角的绵羊犅遐，对伊发出受气，大力撞去。我看见伊换近迄只羊犅，气噗噗甲搭甲绵羊犅2支角拢断去，无力通反抗。山羊犅甲绵羊犅弄甲伫涂骹。佮直直甲伊吞踏，无人会当甲伊解救。这只山羊犅愈来愈惨手，到伊上勇壮的时，伊迄支大支角断去，对迄支角原来的所在天的4个方向发出4支真显目的角。对迄中间有一支角，佮生一支幼支角，人东肥，佮水的地发愈大支，大甲拄着天顶万象，会当将天顶万象佮星星摔落伫地面，甲因吞踏。伊自高自大想讲，家己会当甲天上的元帅比拼。伊禁止逐人献祭予天上的元帅，佮毁坏元帅的圣所。伊强百姓的子民伫逐日献祭的事犯罪。
伊阁将真理刻伫涂骹，将遮个事伊拢做了真顺利。后来我听到一个圣者伫讲话，阁有另外一个圣者对头一个圣者讲：逐日着献的祭受禁止，互地荒废的罪，圣所甲主人受吞达，才会异象到底伫时才会实现。伊甲我讲，过2300暝日，圣所就一定会得到洁净。以表别沙撒王以及王宫内的人得罪上帝，将来要面对的困境啦吼。伊要来书提醒基督徒毋通背道，认捌真理了后就无应该故意犯罪。因为照伫希伯来书的观点来看，基督徒的救恩是一摆就成就，永远有效。并且是属乎所有凡愿意接纳的人的。但是若故意来违背真道、藐视圣神的，拢是无药通救啦。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，咱认捌真理以后，还故意犯罪，就无阁有通赎罪的罪孽。只有用惊吓的心听候审判，得消灭对敌上帝的人的列位。违反摩西的律法的，根据2个还是3个人作证，就通甲伊处死，拢无权赦。安尼吞达上帝的囝，藐视互因圣化归主的约的会，个无万施恩的圣神的人。恁想因应该受的刑罚会加偌重？咱知讲伸冤在伫我会报应。佮讲主要审判伊的子民，迄位是甚物人啊？含乐永远上帝的手实在是真通惊。约沙撒王以及王宫内人，因为藐视上帝。将尼布甲尼撒王对耶路撒冷掠去、摕去下遮的器皿摕来花天酒地，得罪上帝，就是上帝的刑罚。这是基督徒的提醒啊！咱绝对毋通轻视、藐视圣神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未记得我要偌久，到永远是无？你面越早毋看我要偌久？我忍受苦痛，规日心忧伤到要偌久？我会对敌高声赢过我，得到偌久？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互我的目睭金金，才免我困到死去，才免我会对着讲我较赢伊，才免我会对着伫我失败的时欢喜。毋过我靠你的阻碍，我的心因为你拯救快乐。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。求主怜悯阮的软弱，互阮袂跌到陷入伫软弱不堪的境地。求主帮助阮坚定相信，无违背圣神。就爱顺服上帝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